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绍介这字，嘛是咱台语常常讲会着的词，带大家做伙来看。这字就是ban。ban 看这个字，一个是尾，边仔一个囝，意思就是上尾上细汉的囝。像咱讲ban-kiánn、ban-kiánn，还有ban-kiánn，带大家做伙来绍介这两个词。头一个ban-kiánn就是厝内上细汉的囡仔，就是ban-kiánn，像我就是ban-kiánn。嘛有人讲是尾仔囝，唔通讲是了尾仔囝，意思差真济。这个尾仔囝颠倒变的词就是大囝、大汉囝。第二个词ban-kiánn嘛是同款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佮做伙。譬如讲，下暗咱台视上新的8点档，生生世世欲轰动上场。内底一个角色就是杨子仪搬林水清这个角色，是老爸和茶店仔查某生是林家的ban-kiánn，互女主角啊真尊重，称呼伊是ban-kiánn。今仔日绍介这一字ban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